我覺得如果我哋淨係嚟呢度，譬如坐低喺度同大家一齊食飯，咁好似單調咗啲。咁不如由我哋自己即係發心，咁希望少少地嘅一封利是，令到老人家佢哋大家都開心啦，同埋咧就我特登買咗啲身體健康嘅利是封，希望各位咧都係身體健康。第一次就有份提名，個心情點樣啊？係好平常心嘅，因為我從來都冇諗過我自己會攞獎咁既然有份參加，又有份入圍咧，我覺得係一個鼓勵同埋認同。我都估唔到可以咁 natural， 因為我覺得佢個 performance 最好睇嘅位就係佢好似做到好唔做啊，但係因為以前嘅演員有時可能有啲技巧會比較誇張少少啊，媽咪咁多年冇做嘅，佢都可以做到一個好 modern 嘅一個演法咯，我覺得。